长得不错，便宜你这个外卖员了。苏雨钊，你这次做的不错，等我搞定了苏雨薇，回头我就支持你做苏家的家主。你们守好门口，等会儿里面发出什么声音，都不准来打扰我。打扰了！救命啊！救我！救我！你不要命了？楚少刚才不是说了，里面发生什么声音都不要打扰他。昨晚上的服务超值，给了你5星。不过你要忘记昨天的事情，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，小外卖员。哪里小？老大，我们总算找到你了。不是和你说没事不要找我，我隐退当个外卖员过自己的生活吗？是属下们无能，至今没办法查到阁主杀父之仇的线索，让您失望了。杀父之仇年头久远，查不到是正常，我没怪过你们。我不当阁主，是外敌已除。我适合打天下，不适合守天下。好了，照顾好兄弟们，非重要事情不要找我，我要去送外卖了。这一单对方点了准时保。所以，你之前是传说中的龙渊阁主，第一天送外卖就睡了一个大美女。信你，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。谁呀这么没素质？谁呀这么没素质？哎，那是苏雨薇，苏氏集团大小姐，申城第一美女总裁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真是她。据说最近那个省城的大少楚天放言，这个月就要娶到她。楚天那个王八蛋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嫁给陆晨都比嫁给楚天强。你以为什么人都能嫁给我啊？说你2句你还真喘上了，你以为人家能看上你？是她？你不会说你一夜情的大美女是苏雨薇这个申城第一美女总裁吧？你可真能吹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他们过来了。小秦、小明、小莫，叫爸爸。什么？爸爸，你就是我们爸爸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能是你爸爸？没有，他叫陆晨，他就是我们爸爸。爸爸，我叫陆小晴。爸爸，我叫陆小莫。爸爸，我叫陆小明。都姓陆。申城第一美女总裁给陆贞生了孩子，还生了3个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亲子鉴定，你看看。陆小晴、陆小莫、陆小宁经过检测和陆晨基因吻合100%，我还是不能相信，你和苏雨薇有3个女儿。我有女儿了，还是3个。你给我生了3个女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，你一个外卖员，自己都是生存艰难，养得起3个女儿。我养得起，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。漂亮话谁不会说，但你要考虑实际问题。要不是丰都集团各种针对我，我真不想带着3个女儿找你。丰都集团，这是什么势力？连我的女人他也敢动，我一个电话就让丰都集团除名。你别说胡话了，我这次找你来是要你好好照顾他们3个。我明确拒绝了丰都集团的楚天，他恼羞成怒，扬言要让我好看。我家里还有个苏雨钊和他蛇鼠一窝，我没精力，也担心他们拿孩子做文章。这方面我只能相信你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伤害他们3个。那好，咱们走吧。走？干什么去啊？登记，结婚。结婚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爸爸，你不想要我们和妈妈吗？没有那回事儿。那就走啊！陆晨他没揣牛，当初真和大美女一夜情，这个大美女还是苏雨薇。不是，那他还说自己是龙渊阁主，难不成也是真的？
3个孩子上完户口了，结婚证也领了，从此以后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怎么，你不乐意？爸爸，你不喜欢我们吗？爸爸，我可厉害了！我今年刚拿了区钢琴比赛第1名，我是绘画比赛第1名，我是围棋比赛第1名。喜欢，乐意，一下子多了3个多才多艺宝贝，爸爸是感觉太幸福了。对了，既然都是一家人了，丰都集团的楚天，我帮你解决了吧？你又说胡话！你一个小外卖员拿什么解决？你以后只要把他们3个照顾好就行。我出去一趟就可以。这不是你送外卖，骑车送一趟就能完成订单。你之后也不用送外卖了，我每个月会给你10万，你安心照顾好3个孩子就行。我去给孩子买瓶水，你在这儿等等。你慢点，儿子。好没礼貌的熊孩子。没事吧，宝贝？陆晨，你是？你一个送外卖的，竟然还敢拒绝我？我拒绝你，和我送外卖有什么关系？你以为我看上你了？答应你相亲就是看你身材模样还可以，耍耍而已，真当自己是盘菜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有婚约了，对象是苏氏集团的苏家人。我现在这一身衣服顶你1年工资。好了，我男朋友开新车来接我了，我走了。对了，这车怕是顶你10年工资了吧？你是黄倩？没想到这么多年还对我念念不忘啊！可惜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讨厌，也不怪我儿子吐你口水。这是你儿子，确实随你，同样的不讲道理没礼貌。倩倩，这人是谁啊？亲爱的，他叫陆晨，一个送外卖的。陆晨，这是我老公苏阳，年薪200万的苏氏集团高管。原来是个送外卖的。你刚才说我儿子不讲道理，给我儿子道歉。你们可真是一家的。熊孩子朝我吐口水有错在先，我还得向他道歉。爸爸，你有孩子了，还是3个？爸爸，这个小孩是没有爸爸吗？怎么是一个爷爷和妈妈来上户口？谁是爷爷？这是我老公！小兔崽子，敢说我老，我去你的！小的没教养，大的也欠揍，真以为我没脾气？杨哥是申城首富苏家的人，是苏城第1美女总裁苏雨薇的堂哥。你敢打他，苏家会让你在申城无立足之地。苏氏集团苏家人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我看还是打得轻。好了，别在孩子面前打打杀杀的，这事儿回头我会处理。我们回家。你处理？你拿什么处理？看你身段不错，你让我看看脸，要是脸蛋可以，陪我几天，我也许就不追究了。亲爱的，你不能。闭嘴！你看，你刚才不是说不要在孩子面前的打打杀杀吗？你那个是打打杀杀，我这个是在教育孩子。面对这种没品男人骚扰的时候，要勇敢。疯了，疯了！我现在就给苏氏集团安保部打电话，我要让你们一家都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不光是不能在这个城市立足那么简单。我打吧。你打？你不是要看看我的脸吗？我让你看看。真的是长了一张狐妹子的脸，我撕了你这张脸！给我消停点！苏总，我不知道，是你。苏阳被解雇了，把他东西收拾好，明天让他取走。苏总，不要解雇我啊！我还是苏家的自己人啊！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苏总，你是苏雨薇，苏氏集团的总裁，你和他是夫妻。苏家没有你这种败类，明天你自己向祖老提退出族谱，留个最后的体面吧。你不想体面，你控制集团和祖老，到时候族中和申城，你就真的没有一点立足之地。滚！走，快走！妈妈真厉害，妈妈厉害，爸爸不厉害。爸爸也很帅气，不过还是妈妈更厉害。好了，家里要举行一个宴会，
你和我一起去。看不出来，换了一身西服，你还挺帅的。你没发现的东西还多着呢。少贫嘴。等会儿和我一起去见爸爸，到时候你不要说话，什么都不要说。你家里一直逼你嫁给那个楚天，带我见家里人，会不会给你造成压力？我的事你也帮不上忙，别瞎操心了。爸爸，你真的很厉害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是在担心妈妈吗？妈妈在家里有什么委屈吗？妈妈在家里有什么委屈吗？妈妈在外面虽然很厉害，但是在家里，她经常和姥爷吵架，然后委屈的偷偷哭。没关系，爸爸很厉害的。之后有爸爸在，妈妈再也不会委屈的偷偷哭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爸爸最厉害了！老大，阁主，是黄伯伯和王大哥。爸爸，你认识黄伯伯和王大哥吗？他们这么厉害的人，怎么叫你大哥啊？他们很厉害吗？很厉害的，丰都集团现在那么厉害，就是曾经和黄伯伯和王大哥的公司有过合作。老大，你都有孩子了？废话少说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先别管我们有没有事儿，好像是苏雨薇的孩子，你和苏总裁？她现在是我妻子，他们3个是我的孩子。我听说丰都集团省城很有名气吗？丰都不过是条借过咱们腾龙集团一点事的看门狗罢了，早被咱们踢出局了。怎么，这不长眼的畜生敢咬嫂子？老大你嫂子的事情不需要你处理。老大，你亲自出手，那丰都集团不是惨了？老大，你可是真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的万人敌。爸爸，你这么厉害啊！当然了，只要有爸在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东西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个卡号，往里面打点钱。多少？300亿吧。我马上安排。刚才和你打电话的人是谁啊？听着很耳熟啊。黄凡和王令，我曾经的手下。黄凡和王令，跨国上万亿市值公司的总裁和总经理是你曾经的手下，你怎么不再夸张一点，说传说中的龙源阁主是你呢？现在不是了，曾经我还真是。好了，快点收拾，等一下还要见爸妈。他是谁？你们先去玩吧。我孩子的爸爸，我老公陆晨。胡闹！雨薇，青龙帮过来提亲，我已经答应让你嫁给楚天了。你自己认下的婚事，苏家可不认。我不同意和楚天的婚事。爸，你不是同意让我自己选择婚姻对象的吗？那是之前，如今我苏氏集团资金链困难，你不清楚？楚天雪中送炭，他已经答应我，只要你嫁过去，就给咱们苏氏集团10个亿的项目盘活公司，这是给咱们苏家的彩礼。不光是这些，楚天还会赠送我和你爸一座价值1个亿的别墅，直接写我和你爸的名字。你看看，多孝敬的孩子！所以，这些钱就让你们把女儿卖了。这怎么是卖女儿？这是看楚天这孩子有孝心才同意的。价值1个亿的孝心。雨夜，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，或许楚天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你上哪里找愿意给你花这么多钱、能花这么多钱的人？你身边这个送外卖的可以吗？爸，你调查陆晨？我没有调查过他，但是你用苏家的势力去调查过他，你知道资料的同时，我自然也就知道了。哼，小伙子，你们2个真的不合适，我不让雨薇为难。这样，你给我一张卡，告诉我一个数，我打给你。你放弃这段婚姻如何？钱我有，这样你们告诉我一个数，我打过来。你们放弃让雨薇嫁给楚天，如何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一个送外卖的，累死累活能有几个钱？年轻人，你口中的有钱和我们口中的有钱可能不是一回事。你别添乱了，陆晨。妈妈，爸爸没开玩笑，爸爸真的有钱。是的，爸爸最厉害了。是吗，小伙子？那你卡里有多少钱？比我们苏家能给的还多？确实还多，而且还多不少。
哪有钱？我真有。那这样，小伙子，你也别逞强，我们也不欺负你。你在做什么？你想要放弃我们？怎么会？你是我妻子，谁也抢不走她。妈妈，爸爸他卡里面真的有钱，可多了。你们小孩子懂什么？他卡里面能有多少钱？3000？不对，是300。300块？不对，不对，总不能是300万吧？也不对。给里面打3000万。老爷，这打！我要亲自看看这卡里能有多少钱。银行卡到账3000万。别慌，我怎么能不慌？小伙子，你现在当前账户余额300亿零3千万。300亿！10亿、100亿、300亿，这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没关系，你们可以查，确定一下就好。金阿婆，里面的钱给你的彩礼。老爷子，这是给雨薇的彩礼，婚我们结了，证也领，我也赢了。你和楚天说清楚，苏雨薇不会嫁给他的。那可不行！陆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做保的婚事可没有不成的道理。苏雨薇她必须嫁给楚天楚大少。你是谁？凭什么我就得嫁给楚天？雨薇，不可胡闹！这是青龙帮帮主，是省城独尊的商会，一言就能决定咱们苏家的生死。楚天竟然找了青龙帮的人，这可怎么办？这300亿归我了。看在这300亿的份上，小子，我今天放过你了。哼，你现在就滚吧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这个省了。帮主，不可！爸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们想悔婚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把3个孩子给我先带走。我听说你苏雨薇最重视3个，有他们在手面，由不得你不听话。爸，不要，陆晨，我们惹不起青龙帮的。你敢打我，小子，你真有种啊！我不是打你，我是要暴打你。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不打你，我才会后悔。抢我的钱，抢我的媳妇，抢我的娃！我不打你，我留着你过年。他是青龙帮帮主，你真以为你是龙渊阁阁主啊？敢这么暴打他，你承受不住后果的。青龙帮，今日之后就不会再有青龙帮。好得很，好一个今日之后就不会再有青龙帮。青龙帮300门徒就在外面，我今天就要看看是我青龙帮出名，还是今天你出名。不要，我答应你不悔婚了，钱也都给你，不要伤害陆晨。晚了，不要慌张，雨薇，300人我正好热个身。你疯了，那是300人，就是300只鸡都能把人淹没的。我们相信爸爸。王哥哥说爸爸是真正的万夫莫敌。王哥哥，你哥哥就是阎王本尊，今天你也得给我去阴间报到。等我回来，你这300门徒非残即重伤，你这青龙帮也就原地解散，都过不了今日。我在这里看着，看看你怎么让我青龙帮原地解散。苏家毁了，把青龙帮彻底得罪死了。楚大少不会放过我们的，都怪这个送外卖的疯子。听听这动静，你那个不知死活的老公，现在恐怕已经被剁成肉泥了。这就是惹怒我青龙帮的下场。你胡说，爸爸是最厉害的，爸爸绝对不会输。小野种，等门一开，我让你们亲眼看看你那废柴老爹的尸体。结束的挺快啊！来人，把那个废物的尸体给我拖进来，让苏家好好认认人。尸体没有，
不过外面倒是有300个喘气的垃圾，你需要我拖进来吗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站着走进来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我说过，今日之后再无青龙帮。大爷，祖宗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再也不敢踏入苏家半步了。滚回去告诉楚天，苏雨薇是我陆晨的妻子，我保证深州楚家弹指可灭。滚！爸爸好棒！爸爸打跑了坏人。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有多担心？你要是出事了，我和孩子们怎么办？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老爷子，青龙帮和楚天的麻烦我解决了，那300亿彩礼苏家收好，苏氏集团的资金链应该没问题了吧？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好女婿，真是我的好女婿啊！雨薇嫁给你，简直是我苏家8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快请坐。好女婿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您快尝尝这极品大红袍，压压惊。爸，你这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，刚才不还吵着要把我卖给楚家换资金吗？雨薇，那都是误会，爸那也是为了咱们苏家的大局着想。现在既然陆晨有这个实力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老东西，你们怎么还不出来跪着迎接本少爷？你这个畜生，你回来干什么？苏雨昭，快给你父亲道歉！道歉？这老东西也配受我的礼？我现在跟着楚少做事，在这申城，谁有资格让我低头？苏雨昭，你骨子里流的是苏家的血，你别忘了自己的姓。苏家人，从你这贱人坐上总裁位子那天起，老子就跟苏家恩断义绝了。李雪梅可是我亲妈，我到现在都想不通，她凭什么支持你？你这狐妹子洗脑的手段是真高明啊！不过你运气倒是挺好，本来我打算拿下苏家就除掉你，谁成想楚少偏偏看上你这块肉了。我奉劝你，趁早滚去丰都集团，把楚少伺候舒坦了，说不定还能赏你一口残羹淡饭。苏雨昭，你做梦！给我原话带给楚天，楚家若再敢苦苦相逼，我苏家就是粉身碎骨，也要拉着他楚家同归于尽。苏雨薇，你没睡醒吧？大象踩死一只蚂蚁，需要同归于尽吗？真是不自量力。苏总，出事了！丰都集团单方面切断了所有合作，苏家的其他投资方也全部跟风撤资了。什么？听见没？楚少不过是动动手指头，要不是楚少还惦记着把你弄上床，你苏雨薇连个屁都不是。笑话！我苏雨薇在商场摸爬滚打这10年，靠的可不是别人。就算没有楚家，我照样能撑起苏家这片天。嘴硬，好啊！明天就是股东大会，我倒要睁大眼睛看看，资金链断了，还有哪条户门狗能保得住你？苏雨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明天我要你跪在地上，哭着求我接手总裁的位子。说完了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！雨薇，你走吧，没有了楚家，咱们苏氏的万国计划根本推进不下去。苏雨昭这个畜生背靠楚家，总裁的位置你斗不过的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只要我能找到代替楚家的资金，就能够继续推进计划，总裁的位置也还是我的。胡闹！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到哪里找这么强大的存在支持我们苏家？雨薇，这350亿你先拿着，后面的资金我帮你解决。万国计划是苏家耗费数十年谋划出来的全球发展计划，一旦成功，苏家将成为华夏顶级的存在。我承认你有点本事，但是对万国计划来说，350亿就是杯水车薪，我苏家已走上绝路啊！爸说的对，陆晨，这个事情不用你管。爸，现在听说腾龙集团的王总王令就在申城，腾龙集团市值上万亿，只要有他同意注资，苏氏就还有希望。对啊，要是王总出手，咱们苏氏的难题迎刃而解啊！你想见王令，我现在就把他喊过来。好女婿，你说的是真的。老爷，爸爸最厉害了，爸爸说的一定能做到。哎呀，爸，你怎么也跟着陆神胡闹？还有你们3个，不许讲话。行了，陆晨，爸身体不好，你就别逗他了。你说你能把人喊过来，我还说我是腾龙集团女主人呢。某种意义上，你就是腾龙集团的女主人。行了，陆晨，你先带着孩子上楼休息吧。爸妈，你们也回去吧，我出去一趟。苏总，陆先生不是已经说联系王总了，为什么您还要去？你听他吹牛，王总是什么身份？他不可能联系上。
只能我自己来试一试。你好，苏总是吧？我是王令王总的助理。你好，王总是准备见我们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苏总，我们王总现在不在酒店，而且王总也说了，该见面自然会见面，您请回吧。苏总，这不就是不想见咱们？咱们怎么办？先回去，我们改天再来。我一定要见到王总。爸爸，你好厉害，可以一个打300个。是呀，爸爸，你教我们吧，这样我们就能保护你和妈妈了。爸爸，你教教我们好不好？宝宝们这么乖，爸爸当然教你们啦。让爸爸想想，教你们什么呢？教你们一个武林绝学梅花三弄怎么样？这梅花三弄乃是3人组合的剑法，施展中剑气连绵如梅战寒雪，一旦练成，少有敌手。苏总，你和司机回吧，我一个人走一走。交代下去，一旦查到王总在哪儿，立刻通知我，我一定要见到他。是。爸爸，教教我们。好，那爸爸先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剑气。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陆晨，你在干什么？妈妈，你回来啦！这么晚了，你带着他们在外面，感冒了怎么办？妈妈，你别说爸爸，爸爸可厉害了，能发射好漂亮的剑气。咻！怎么没见到王令？我说了，可以帮你。陆晨，你不吹牛会死是不是？行了，你能帮我照顾好孩子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以后早点带着他们上床睡觉，记住了没？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你们3个跟我来，上床睡觉。我靠！大变态！别喊，吓着孩子。陆晨，你流氓！陆晨，你流氓！你怎么在我的浴室里洗澡？我就随便找了个浴室，我怎么知道是你的？你快穿上，赶紧出去！雨薇，我这真不是故意的。陆晨，你干什么？那啥，我手机。当时和他睡觉的时候怎么没发现他身材居然这么好？不过我的身材也不差嘛，那个陆晨居然就这么出去了，难道我没魅力？陆晨，你到底要干嘛？那啥，我说王令的事情是认真的，我只是想让你考虑一下。虽然你说不让我管，但是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守护这个家，我还是想帮你分担点，也是举手之劳，你也不用客气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。我好看吗？好看。不是。陆晨，你个大变态，想偷看我洗澡，还找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我让你举手之劳，去死！这女人下手还真狠。
你是不是和妈妈吵架啦？吵架倒是没有，不过你们的妈妈还真是有点凶。是的，爸爸，我们要是不乖的话，妈妈就会变得很凶，爸爸也要乖乖的哟。好，那我们为了不让妈妈生气，去睡觉好不好？好。你们3个乖乖睡觉，爸爸给你们讲故事。阁主，您让我查的事情有消息了。好，我现在给你发定位，你过来找我吧。爸爸，你是不是有事呀？你去忙吧，我们会乖乖睡觉的。没事儿，爸爸先给你们讲故事，什么也没有我的宝贝睡觉重要。难道苏轼真的要走上绝路吗？下面传来消息，发现王总了。王总现在哪儿？就在你的别墅附近。什么？参见阁主。行了，说吧，你查到什么了？您之前让属下暗中调查您父亲的死因，属下查到这件事情和光明殿有关系。光明殿？这个光明殿行事隐秘，根据属下多方搜查，光明殿一直在为西方各国顶级家族服务，其核心就是生物科技。这其中最重要的权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换血和续命。续命。这个组织常会搜索一些血脉特殊的人，作为人药来延长各大家族掌权者的寿命。就知道加入光明殿的人会在身上纹一个眼睛的刺青。还查到什么？属下还查到一点，这些年光明殿应该把手伸进了华夏来选取人药，但是具体和谁合作，他们做得很隐蔽。属下要想调查清楚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而您的父亲应该就是卷入了这场纷争，这才……这些畜生，该杀！你做得很好，王令，按着这个线给我查。他光明殿喜欢伸手，我就把他的手全部砍断，祭奠我父亲和无辜同胞的在天之灵。遵命。行了，你走吧。哎，等等，阁主大人，算了，没事了，你走吧。是。雨薇既然不想让我插手，那就等用上我再说吧，不然又要挨骂。雨薇。你刚才在和谁说话？王令啊。那王总人呢？来和我汇报点事情，汇报完我就让他走了。王总和你汇报？陆晨，你还能再离谱点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？我今天在王总酒店外面站了2个小时，连王总的面都没见上。好不容易拿到的情报，知道王总在这儿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居然把他放走了！雨薇，淡定，这都是小问题。陆晨，你教我怎么淡定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腾龙集团是万国计划的唯一希望？我不求你能帮上忙，但是关键时刻你能不能别帮倒忙？我不想让我们的3个孩子去睡大觉。不会的，雨薇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认识王令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行了，陆晨，我既然选择了你，就不会因为你的出身讨厌你，你就是孩子唯一的父亲。但是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所谓的自尊心一次又一次的吹牛。行了，这次的事情我原谅你了。王总后面有机会还能见到，大不了我就再去酒店外面等。现在你跟我回去睡觉。还有，你以后要是再吹牛，我就……宝贝们，你们怎么起得这么早？爸爸，我们今天想跟着妈妈去公司，妈妈有危险，我们要保护妈妈。都是舅舅的错，舅舅这几年一直欺负妈妈，还说要让我们和妈妈去讨饭。爸爸，我不想去讨饭，你帮帮妈妈吧，你这么厉害，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宝贝们放心，爸爸答应你们，一定帮助妈妈。谁要是欺负妈妈，我打断他的腿。爸爸最好啦！那你们要怎么感谢爸爸呀？苏总，股东大会马上开始了，咱们没得到王总的支持，恐怕是……王总的事情过了今天再说。我们目前最关键的就是稳住股东。你去把材料准备好。我劝你还是别费心思，没有了主家，你材料做得再好，股东也不会支持你。识相的话，就乖乖把总裁的位置给我让出来。
至于你，老老实实的去给楚少当狗，还能给这3个小畜生留条活路。苏雨钊，你做梦！坏人，你离妈妈远点！等今天股东大会之后，让你们都去街上讨饭。苏雨薇，机会只有这一次，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一会儿不手下留情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苏氏股东大会现在开始。苏雨薇，你当股东大会是托儿所吗？开会还带着孩子？来人，把这3个小畜生赶出去！放肆！我3个重孙女的股份是老身作为家主亲自赠予，也算是苏氏的股东，凭什么不能来？太奶奶，哎，好孩子，别怕，太奶奶还没死呢，我看谁敢为难我的3个宝贝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个死老太婆，我给你个面子。苏雨钊，你怎么和家主说话呢？家主，老子开心了叫她声奶奶，不开心了，在我眼里她狗屁不是，一个外姓的老婆子，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？苏雨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不怕我把你从苏氏除名你笑话，把我除名？你考虑清楚，老子背后是楚家。你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太婆，有名无实。你瞪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，楚家的这份声明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解除和苏氏全部合作，而最大的责任人就是你，苏雨薇。楚家不合作是楚家的事情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整个申城谁不知道楚少一直在追求你？你不仅给脸不要脸，还跑出去和陆晨这个野男人睡觉，导致得罪楚少，让苏氏失去了和楚家合作的机会，这难道不是你的错？真是笑话！难道他楚天喜欢我，我就一定嫁给他？我也有选择爱人的权利。权利？你作为女人有他妈什么权利？我告诉你，你唯一的价值就是找个好婆家为家族出力。现在倒好，你他妈睡爽了，却要让整个苏氏来承担代价。试问在座的股东，谁不知道万国计划的盘子有多大？苏氏集团把命都倾注在这个项目上，一旦失去了楚家的资金支持，万国计划就是个屁！难道要因为你的任性，让整个苏氏陪葬？各位，苏氏是在我的带领下一步步走到现在的，就算没有楚家，我也能带领苏氏走得更远。万国计划的价值大家有目共睹，只要给我一定的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代替楚家的投资，保证计划顺利推进。苏雨薇，你别逗我笑了。楚家撤资之后，至少上千亿的窟窿，你找谁来补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苏氏唯一的活路就是你把总裁让给我，然后穿得骚一点去讨楚少的欢心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劝楚家出手，万国计划才能再次推进。混蛋舅舅，不许欺负妈妈！3个小畜生，滚一边去！还有，你和陆晨生的这3个野种也处理一下，赶紧离婚，让陆晨带着这3个杂种赶紧滚，别惹得楚少不开心。只要你把楚少伺候舒服了，苏氏的困境将迎刃而解。你做梦！我是不会离婚的，也不可能放弃我的孩子。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！你能去伺候楚少，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守着陆晨这个臭虫有什么用？能解决苏氏的危机吗？苏总，小苏总说的对啊，要不您就委屈一下。是啊，苏总，您总不能看着万国计划破产吧？我建议让苏雨钊小苏总接替苏雨薇的总裁之位。你们难道对我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信任有个屁用！看见了吗？我才是众望所归，这苏氏就应该是我来领导。来人，给我把苏雨薇抓起来！苏雨钊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！老东西，逼逼个没完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苏雨薇，今天你不去伺候楚少，也得去。做梦！我做梦。苏雨薇，瞧瞧你现在的样子。你既然敬酒不吃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只能绑了你，亲自给楚少送。坏人，爸爸不会放过你的。
要是欺负你就打断他的腿，爸爸一定会做到的。就凭陆晨那个臭送外卖的，打断我的腿。爸爸说的话一定算数。爸爸来之前，我们来保护妈妈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今天弄死你们3个，也算是帮楚少解决了一件心事。看你敢！爸爸，你终于来了。陆晨，放心，雨薇，我来了。伤我家人，你找死！陆晨，你放肆！陆晨，你敢打我？我背后可是楚家。楚家又如？楚家敢威胁我妻子，那楚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这条楚家的狗也跑不掉。你好大的口气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还敢威胁楚家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巴掌打掉的楚家的1000亿投资，你干100辈子也赚不来零头。区1000亿，我陆晨出了有。哈哈哈！陆晨，你个穷逼是不是失心疯了？那可是1000亿！你要是想保住苏雨薇，赶紧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我开心了还能在楚少面前说2句好话。要是没有我，你和这国100种方法玩死你们！我走。陆晨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我就让你苏氏破产。谁说苏氏要破产了？腾龙集团王令，苏氏要1000亿投资，这钱我王令给了。王总，我是苏氏总裁苏宇昭，是楚少让您来的吗？你是？2个星期前您和楚少吃饭，我在旁边作陪啊。您这次来注资，想必也是楚少的意思吧？什么？王总竟然和楚家有联系？王总，您稍等，我这就把闲杂人等清出去，别脏了您的眼。陆晨，赶紧滚！等我把事情忙完了再处理你。放肆！王总，为什么？谁给你的勇气，敢对陆先生不敬？陆先生，陆晨这个穷逼，你难道要为了一个穷逼得罪楚家？楚家也能和陆先生相提并论。还有，我这次来是找苏氏总裁苏雨薇，你是什么东西，在这里狗叫？苏总，这是腾龙集团的注资合同，您过目。您是说要给我注资吗？当然，我们腾龙集团相信苏总您的能力，如果总裁不是您，我们绝不合作。王总，您这利润要求是不是太低了？不，我相信万国计划的发展前景，当然，这也是出自对陆先生的尊重。早就说了，王令是我哥们儿，你不信？耶！我就知道爸爸能帮助妈妈。那还不是因为我的宝贝们勇敢地保护了妈妈，这才让爸爸及时赶到。我提议，还是由苏总担任总裁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不同意！你们这些见风使舵的狗东西，难道不怕楚家的报复吗？小王，打！放肆！楚家算什么？现在苏氏集团是我们腾龙集团的合作伙伴。好了，苏氏集团总裁的位子还由我的妻子苏雨薇担任，诸位有意见吗？雨薇，说2句吧。诸位，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和各位计较，大家依然是合作关系。明天就是之前预定的万国计划项目2期发布会，我将在发布会上宣布腾龙入股，苏氏将迈入全新的阶段。陆晨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答应我女儿要你的腿，我说到做到。陆晨，我可是楚少的人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动了我，王令也保不住你。你真的要和楚家为敌吗？小王，你怎么说？都听陆先生的，区区楚家，不足为惧。区区楚家，我楚天怎么不知道申城什么时候有这么牛逼的存在了？王总，你这口气未免有点太大了吧？在申城，还没有人敢动我楚家的人。楚少，你总算来了！你交代的事情全被陆晨这个王八蛋破坏了。楚少，快弄死他！滚开！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废物！王总，听我一句劝，这苏家你吃不下，放手吧！笑话，你是看不起我腾龙集团。
腾龙集团确实厉害，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情，我楚家才是这申城的天。哼，你腾龙集团在楚家眼里不够硬。还有你，苏雨薇，我不管你结没结婚，我楚天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。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脱了衣服，跪在我的面前，不然我让你们整个苏氏彻底消失。楚天是吧？现在立刻马上跪在雨薇面前道歉，不然我就让你们楚家彻底消失。让我楚家彻底消失？你一个臭送外卖的，是昨天晚上没睡醒，还是脑子被门挤了？在申城，从来只有我楚天让别人消失。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四肢，扒了他的舌头！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让我楚家消失。陆晨，小心，他们是楚家重金供养的职业打手。闭上眼睛，别让血脏了你的眼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说过，立刻马上跪下道歉。你别过来！我警告你，我楚家背后可是省城光明殿的高层。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光明殿一定把你们赶尽杀绝。光明殿，怕了吧？光明殿的能量根本不是你这种底层蝼蚁能想象的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！马上给我跪下磕！我管你什么光明殿、黑暗殿，惹了我陆晨的妻子，就算是天王老子，今天也得把头给我磕在地上道歉！我呸！苏雨梅这个贱人也配让我嘴硬？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王令，阁主有何吩咐？传我令，10分钟内我要申城楚家所有产业灰飞烟灭。至于光明殿的线索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严刑拷问。陆晨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来之前就在苏氏集团的大楼底座安装了炸弹。既然我活不成，你们一家5口连同整个苏氏，全都给我陪葬吧！死吧！啊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！在我面前，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。爸爸是武林高手。阁主，楚家安放在大楼底座的劣质炸弹，3分钟前就已经被腾龙的影卫全部拆除，楚家的所有产业也已在刚才全面崩塌。全完了，楚家完了！拖下去，把光明殿的线索一字不见得给我撬出来。遵命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堂姐，雨薇，我错了，我都是被楚天那个王八蛋蛊惑的，求你让姐夫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一家人，刚才你为了讨好楚家，要送我去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从今天起，苏雨钊被正式逐出苏氏集团董事会，剥夺一切职务。保安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不愧是我陆晨的老婆，够果断。楚家虽然解决了，但明天的万国计划2期发布会，恐怕会有省城的其他势力来捣乱。毕竟苏氏现在的底子还是太薄了。有我在，明天的发布会，我要让整个华夏的顶级权贵都来给你苏雨薇低头贺喜。明天我要看着你们死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苏氏被全面封锁，明天咱们可以上天台了。陆晨，你为什么要动手？你这是拿全家人的命开玩笑！雨薇，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了。陆晨，你根本不明白，楚家联合整个航运业封杀我们，等于遏制了苏家的命门，我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整个航运业太夸张了吧？据我所知，华夏最大的航运公司是翟兴会，楚家不可能指挥得动，所以我们可以找翟兴会合作。你这是痴人说梦！翟兴会作为全球顶级的势力，只和世家合作，人家怎么会看上一个小小的苏氏？苏总，现在想保全苏氏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这小子交出去，好让楚少消气。不可能，陆晨是我丈夫，我绝不会出卖他。而且你们还看不清楚吗？无论怎么做，楚家就是想吃掉苏家。但好歹也得试试不是？万一楚少大发慈悲，不许你害爸爸，爸爸一定能解决问题的。 3个小祖宗，哎，他一个人难道能和整个华夏航运业对抗吗？爸爸，你能帮妈妈解决问题的，对不对？
当然，爸爸说到做到。雨薇，你拿着这个手表去申城摘星会，告诉他们摘星会全球的航运路线，苏氏无条件征用，只要他们看到手表，一定会同意的。你们3个陪妈妈一起去，保护好妈妈。爸爸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苏总，陆晨这小子明显在吹牛，你可别信啊！是啊，雨薇，摘星会势力庞大，你要是贸然前去，还要无条件征用，你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，怕不是咱们苏家等不到明天就要消亡啊！妈妈，爸爸不会骗我们的，爸爸说救妈妈刚刚就做到了，妈妈相信爸爸吧。是啊，妈妈，我们陪着你一起去摘星会。孩子们说的对，不论如何，摘星会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，不论真假，我都要去试一试。王令，你联系黄凡，告诉他，动用你们手里的一切资源，给我彻查楚家，我要知道楚家的全部信息。遵命。苏总，您真要进去吗？摘星阁历史悠久，断然不会允许他人践踏尊严。您要是进去，苏氏可能要面临楚家和摘星会的两面夹击。不用说了，我心意已定，这摘星会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闯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您好，我有要事求见摘星阁主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主事不见客人，你们请回吧。麻烦您通融一下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合作要和你们主事。巡天使马上来了，在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在我摘星会大呼小叫，是没把我摘星会放在眼里吗？你要是不给我一个理由，耽误了我的正事，我摘星会绝不留情。秦主事，久闻您的大名，我是苏氏集团苏雨薇，这次来找您确实有要事相商，我想和摘星会谈一个合作。苏总是吧？你是在说笑话吗？据我所知，你们现在被楚家打压，已经自顾不暇，小小楚家都斗不过的苏氏，也配提和摘星会合作？还看着干什么？把人给我赶出去！要是污了巡天使的眼，你们都得死！叔叔，你别赶妈妈好不好？是爸爸让我们来的，这是爸爸给的信物。爸爸说了，只要看到信物，你们就会同意合作的。不知道你们要谈什么生意啊？秦主事，是这样，我们想借用摘星会的航运路线。不可能！摘星会的航运路线只为世家服务，光是服务费就是天价，把你的苏氏卖了都不够半年的费用。秦主事，我们苏氏的万国计划想必你有所耳闻，只要摘星会答应合作，我愿意分出50%的利润。万国计划我是听过，可这收益和摘星会的航运路线比起来，简直是九牛一毛。苏总，你是看不起摘星会的实力吗？叔叔，可是爸爸说了，只要你看到信物，就把航运路线免费给妈妈使用。小孩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知不知道摘星会是什么存在？免费？亏你爸爸说得出口。主事，关于这款手表的信息没查到任何消息。行了，今天我还有事儿，纵使你们欺骗了我，但这次就饶了你们，拿着你们的东西滚！叔叔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爸爸是不会骗我们的。你这小孩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住手！秦长山，你在干什么？见过巡体使，您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我问你，你在干什么？巡体使大人，这女人不自量力，非要来谈什么合作，这才导致属下耽误了一点时间，没能出去接您，您见谅。我现在就把这些人赶走。快，把这几个人给我赶出去！赶个屁啊！我看不自量力的人是你，都给我住手！巡天使大人，我们苏氏确实是真心实意的想来谈合作，请您给我们个机会。哎，你这女人，刚才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？天使在这儿，你还敢大言不惭，我可要发飙了！你发个屁的飙！大人，你这是干嘛？看在你刚才对几位还算客气，你这主事还能干，要不然，哼，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敢问，
这块手表是您几位带来的？是的，巡天使大人，这是我丈夫陆晨的手表。你是陆晨的夫人？当然，陆晨是我们的爸爸，这是我们的妈妈。苏女士，请问您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苏氏想要借用摘星会的全球航运路线。航运路线吗？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和总部联系，有消息我立即通知您。谢谢大人，那我先回去等您的消息，我就告辞了。爷爷再见！哎，宝宝们再见，小心台阶啊！三姨夫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苏氏这种小企业怎么能和摘星会合作？说了多少遍了，工作的时候称职务。是，巡天使大人。可是您这……你可知道，这手表乃是我摘星会当代会长亲手制作。什么？8年前，会长就下令，摘星会全球各个分部，只要看见这块手表，如同见到会长亲临，这是内部最高机密。而你居然要把这样的贵人拒之门外！可是我让手下去查，什么都没查到。你个刚升主事的生瓜蛋子，这种机密怎么能被查到？你以为我这次来是干什么？最重要就是交代这个信息。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你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哼，看来我平时对你的教导还是有用的，没让你养成狗眼看人低的习惯。你说的是，快去办公室，我要联系总部。通知会长，陆先生出现了。你说什么？陈公大人发来消息，说您给陆先生的手表在申城出现了，在一个叫苏雨薇的女人手中，而且什么？说！而且那个女人还带着3个女儿，据说是陆先生的孩子。陆晨，你个王八蛋！让飞机准备好，我要去申城，立刻，马上！雨薇，孩子们睡了？睡了。今天去摘星会怎么样？摘星会的深征主事听说要合作，没同意。什么？你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，后面又来了一个叫巡天使的人，说往总部汇报，让我回来等通知，我就先回来哄他们3个睡觉了。巡天使，陈宫那个老东西吧？那明天的发布会应该是没问题了。老东西，你说话就不会客气点？不过秦主事说的对，苏氏和摘星会相比太小了，我也没抱什么希望。不过还是谢谢你提供的思路。这不是思路，这是事实。行了，你不用安慰我，无论这事成不成，明天我都要为了苏氏的未来再拼一下。说起来，今天还要感谢你。感谢我什么？感谢你站在我身边。虽然方法我不认可，但是今天是我执掌苏氏以来感到最安心的时刻了。陆晨，谢谢你。雨薇，你是想感谢我吗？但是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虽然我很帅，也很有安全感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再了解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不留遗憾，你说呢？雨薇，雨薇，相信我，明天苏氏绝对不会倒下。苏总，今天的发布会没事，照常进行就行。不论什么结果，我都会坦然接受，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住万国计划。你去准备吧。是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雨薇，相信我，苏氏的发布会一定会顺利进行。妈妈，爸爸说顺利就一定会顺利的，我们和爸爸一起保护你。好，有你们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苏氏集团万国计划2期发布会正式开始，请苏雨薇女士上台讲话。各位来宾，你们好，今天我将在这里为大家讲解万国计划的发展情况。首先，我们接受国际企业腾龙集团的迁移注资，整个计划的发展有了更稳定也更坚实的合作伙伴。接下来，我们苏氏将在华夏诚邀合作伙伴，合作伙伴可以通过航运路线的方式加盟计划，并且合作伙伴的收益占比将达到70%。这苏氏只要30%的利润，岂不是数年努力却为他人做嫁衣？哥们儿，你哪个山沟里出来的？别说70%，就算是100%，哪个公司敢合作？楚家早就放出话了，全华夏的航运业不可以和苏氏合作，
你觉得是他苏家万国计划厉害，还是楚家厉害？我看今天就是苏氏的灭亡之日。他说的对，楚少居然亲自来了，楚家在整个华夏都有一定的话语权，看来苏家今天彻底要完蛋了。楚天，你来做什么？苏雨薇，我当然是来竞标的。请你离开，我们苏氏绝不可能和你这样的合作伙伴合作。苏雨薇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让你跪在我楚家门口，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。你不知道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楚家已经放出话，整个华夏的航运业，谁敢和你们合作？楚天，你无耻！我就是无耻，但是我楚家就是强大。今天这合作伙伴，不是我也得是我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楚家作为苏氏唯一的合作方，要项目的全部利润。我要吞并你们苏氏！苏雨薇，你就认命吧，现在赶紧回家买套情趣内衣，把楚少伺候舒服，说不定楚少还能分你点利润，不然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至于你，不是牛逼吗？楚家真的出手，你这土鳖又有什么用？我劝你赶紧跪下给楚少道歉，不然你身边的3个孽种一个都别想活！你找死！好好好，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居然还敢打人！看不清形势的土狗，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什么是楚家真正的实力！人都给我进来！陆晨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楚天，我看你是挨打没够。笑话，上次我是不小心，这次我带来的人都是顶级的战士，接受过完美的生物改造，战斗力世界顶级。这么多人，我看你是不是还那么能打？你可以试试。等等，只要你不伤害陆晨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答应我？晚了，我昨天给过你机会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雨薇，我是你的丈夫，让我来解决吧。这些人不见血是不会知道错的。给我上！不可能！确实不可能。你这些臭鱼烂虾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接下来就是你，陆晨。我承认我是小看你了，但是那又怎么样？你再能打，也不过是个武夫。我楚家的地位又岂是你这种下等人能够撼动的？整个华夏，只要我楚家发话，谁敢和你们苏氏合作，这就叫大事。陆晨，你就别吹牛逼了，就你这下等人能找来什么合作伙伴？比楚家还强？不可能！要是我找了摘星会呢？哈哈，你倒是有点见识，但是不多。你知不知道摘星会是什么存在？那是京都世家都忌惮的庞然大物，会和你有关系？你这傻逼失心疯了吧？今天苏氏必须灭！我说的。你好大的口气！妈的，哪儿来的母狗，也敢在楚少面前乱叫，找死！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在摘星会会长面前满嘴喷粪！摘星会会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楚少，这臭娘们绝逼是陆晨找来的托，快弄死他！老子他妈怎么养了你这么个蠢狗？我要是没见过陈会长的尊严，现在能这么客气？会长大人息怒，在下楚家继承人楚天。之前家父去拜访时，我有幸张扬过您一面，今日幸会。你就是苏氏总裁苏雨薇，见过会长。没胸没屁股，长得倒是不错。你还真是有福气啊！就是你想和我们合作。会长大人，您这次来是要考察吗？苏氏只不过是一家小企业，我想以我楚家在申城的地位，才是您最好的合作伙伴。会长说话的时候，有你什么事儿多嘴？我可以答应和你们苏氏合作，并且可以把摘星会的全球航线无条件的给你们使用，不要1分钱。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会长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要把全球航线免费提供给苏氏这种底层企业？你就是楚天，怎么摘星会做事，轮得到你来质疑？会长大人，我楚家对摘星会的规矩也有所耳闻。摘星会向来只与顶级世家结盟，您今天为了一个濒临破产的苏氏坏了规矩，难道就不怕损害世家利益，招来京都方面的报复吗？放肆！我摘星会的航线想给谁就给谁，还轮不到你这种下等人在这指手画脚。就算是京都世家的那几个老骨头站在这儿，也不敢用这种语气和我讲话。你一个小小的申城楚家算个什么东西？怎么样，苏总，我刚才的提议你答不答应？陈会长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请问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？
我要你离开身边这个一无是处的男人，跟了我。我陈瑞生平没别的爱好，就是偏爱美人。用一个吃软饭的臭男人换你苏家一步登天，这笔买卖很划算吧？陈会长，虽然我苏氏集团势单力薄，但我苏雨薇心里有杆秤，清楚什么事能做，什么底线绝不能碰。陆晨是我的合法丈夫，更是我3个孩子的父亲。就算万国计划彻底落产，我也绝不会拿我的家人去换取任何肮脏的利益。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谢谢您。好，希望你别为今天的愚蠢后悔。我们走。行了，小瑞，别闹了。陆晨，你个王八蛋，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，真没劲。行了，苏总，刚才只是个玩笑，不逗你了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摘星汇将作为苏氏集团在万国计划中的唯一战略合作伙伴，并且整个航运合作绝不收取苏氏1分钱费用。拿着吧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陆晨最亲密的战友，叫我小瑞就行。原来是战友，谢谢小瑞，我家陆晨能高攀上你，还真是他的福气。苏总说错了，能嫁给他，你才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女人。陈会长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随口一说罢了。陈会长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京都叶家才是你们摘星会最重要的核心盟友吧？是又如何？我楚家和叶家关系匪浅，苏家这块肥肉就是我楚家特意为叶家准备的祭品。您今天为了一个濒临破产的苏氏和我撕破脸，难道就不怕招来叶家的怒火吗？叶家确实是个庞然大物，但和陆晨相比，他们算个什么东西？是吗，陆晨？我还真不知道，你一个送外卖的，居然比京都叶家还要重要。姑奶奶，你少说2句行不行？楚天，你几次3番辱我妻子，甚至拿我的女儿做威胁。我说过，惹了我陆晨的家人，必须付出代价。废你双腿，省得你以后再出去碍眼。现在轮到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败类了。姐夫，陆哥，我错了，你把我当个屁放了，我这就滚。这次楚家的靠山悔出来了吧？陆晨，我刚刚在想，现在万国计划什么都不缺了，你应该站在主席台上，向华夏宣布苏氏的崛起。好，那我先上去。小蕊，你准备？小瑞人呢？还是那么神出鬼没的？算了，发布会结束再说吧。各位来宾，刚刚发生了一些小插曲，但是无伤大雅，并且我要和大家宣布，摘星汇将成为苏氏在万国计划的唯一航运合作伙伴，我们将会和摘星汇平分利润。哎，这会儿咱俩谁是土包子？苏家的崛起势不可挡啊！早知道就应该顶着楚家的压力合作，还能攀上摘星汇这个大船。行了，你要是有这魄力，你不就在上面演讲了？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爸，杀了陆晨，我废了！放心，儿子，爹一定帮你报仇。爹已经查到了陆晨的全部信息，他是当年叶家让我们抓的那个人妖的儿子。什么？你好好养伤，爸爸要去趟京都叶家。叶家？陆晨，你完了！我要喝你的血，吃你的肉！宝宝们到家了。爸爸今天好厉害！是啊，爸爸是超人。那妈妈就不厉害吗？妈妈也厉害。行了吧，你们就是向着爸爸。去，出去玩吧。真想不到事情能这么顺利的解决。那是我们雨薇吉人自有天相。行了你，不用哄我，接下来你要给我老实交代。交代什么？你装傻是不是？当然是你和大名鼎鼎的摘星会会长大人什么关系？如实招来。没啥关系，就是战友朋友。当时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这么高，是后面我们分开的时候他才和我说的。哦，那麻烦你解释一下，什么叫亲密的战友？哎呦，战友不都是亲密的吗？陆晨说的对，
也就是脱了衣服治伤，很普通的战友情。小瑞，陈会长，哎呀，雨薇，别叫陈会长，叫我小瑞就行。陈会长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发布会无聊，我在申城又无亲无故的，只能来投靠你们，所以我就用了点小手段先进来了。雨薇，你不会怪我吧？陈会长开玩笑了，以您摘星会会长的身份，申城哪里待不得？可是作为苏氏集团的大恩人，更是陆晨亲密的战友，我来投靠二位也很正常吧？您请便，我还要看孩子，就先上楼了。陆晨，当年我胸下面受伤，可是你亲手给我包的纱布，咱俩这关系，你不能赶我走吧？姑奶奶，你就别整我了。你当年那是小腹受伤，我给你包扎不是很正常？那我也没说错呀，小腹不是胸下面，你看现在还有疤呢。我惹不起你，我走。等等，我找你有正事。什么事儿？黄凡和王令接到你的命令彻查楚家，是为了当年的事儿吧？你查到什么了？你弄疼人家了，好粗暴，但是人家好喜欢。说正经的。没劲。我得知消息之后，动用全部情报网络彻查了一下楚家。楚家是光明殿安插在华夏的钉子，但是按理说，光明殿应该看不上这样的小家族，所以我顺着这条线接着查，果然查到了楚家背后的靠山——京都是谁？叶家，应该是光明殿安插在华夏最大的钉子。之前楚天提到了京都叶家，我知道楚家和叶家有牵连，但我没想到京都4大家族之一竟然成了光明殿的狗，这些畜生！这次调查不仅查清楚了光明殿的组织，还查清楚了你的身世。什么？当年你说过，你只知道父亲，却不知道爷爷。而你父亲去世后，你就成了孤儿。我的人在一份绝密档案里发现了你父亲的身世。你父亲是如今京都4大世家之一陆家的长子，而你是华夏首富陆天明的孙子。不可能！要是我父亲是陆家长子，为什么楚家还存在？陆天明为什么不给我父亲报仇？具体原因我不清楚，但是你父亲的身世确实是他失去性命的关键。好个楚家，好个叶家！一会儿和我走，我要把楚家灭绝。可以和你走，但是我帮你这么多，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一下？怎么感谢？抱一下就行。陆晨，你王八蛋！我靠，小瑞你又坑我！雨薇，不是这样的！陆晨，你个王八蛋！吃着盆里看着锅里的，无耻渣男！你进来干什么？出去！雨薇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小瑞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陆晨，我不在乎你俩的关系，我就一点要求，你不许亏待孩子。雨薇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别碰我！漂亮姨姨，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吵架呀？因为爸爸妈妈爱着对方，所以才会吵架呀。那漂亮姨姨会和爸爸吵架吗？偶尔也会吵架。那漂亮姨姨也是我们的妈妈吗？那你们希望漂亮姨姨当你们的妈妈吗？一个爸爸，2个妈妈，这样我们3个就不用抢了。我要漂亮姨姨当妈妈。好，那姨姨答应你，小鬼头。苏雨薇，你别逼我。怎么，你还要打我不成？我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！陆晨，你放开我！不放，我非得教训教训你，让你吃醋。爸爸，你别打妈妈，刚才漂亮姨姨答应给我们当妈妈了。什么？所
所以你要当孩子们的干妈？怎么，你觉得我当不了干妈，还是不配当宝宝们的干妈？不是，只是你身份高贵，我们高攀不起。行了，陆晨的孩子，那就是我的孩子。女人别说话，今天你们夫妻两个，不论是谁，要出一个陪我睡觉，我可是男女通吃哦。我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你考虑清楚哦。陆晨，我服从安排，我也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不许笑，妈妈要变成大怪兽来抓你们啦！给你，阁主大人，你当年的装备，想不到啊，时隔多年，又能和你并肩作战了。好了，我期盼了这么多年的复仇，今天就从楚家开始。你归隐这么多年，还行不行？要不要我多叫些人？用不着。今天我会让楚家的人知道什么叫残忍。我要让楚家的丰都变成阴曹地府的丰都。陆晨，你该死！连光明殿的生物科技都不能让我站起来，我要你死！妈的，还有苏雨薇那个贱货！等老子拿到光明殿最新的生物药剂，治好了夏至，老子一定玩死你！谁允许你动的？找死！谁呀？不是说了，没有本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来，滚出去！楚天，你还真是不折不扣的禽兽。陆晨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我正愁找不到你呢。陆晨，你施加在我身上的，我一定千百倍的奉还！来人，来人！陆晨，你要干什么？等会儿保镖来了，他们饶不了你。我要干什么？我要让你楚家王族灭亡。至于你的那些保镖，在这儿呢。只要是楚家喘气的，都处理干净了。不过楚翔走了狗屎运，不在家里。不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告诉我，楚雄去哪儿了？我爸去京城叶家了。哦，那我再问你，当年陆家人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？你都知道了？说，不然死！我说，10年前楚家得到消息，说一个姓陆的男人在申城，要我们绑了他，我们就照做了。你们把人送哪儿去了？京都，我们把人送到了京都叶家。叶家说这个人血脉神异，有大用。叶家还答应我们事成之后加入光明殿。对，你不能杀我，我是光明殿的人。你要是杀了我，光明殿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哦，这么看来，光明殿很强。那是自然，光明殿掌控着半个地球的顶级权柄，所有和光明殿作对的敌人全都死了。而且光明殿有着世界上最顶级的生物科技，利益绑定了无数国家的政要。陆晨，你要是识相，现在立刻放了我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不然，你和苏雨薇那个小贱人，还有摘星会这个小骚货，都会被做成人药，变成西方老爷们的补品。陆晨，你就是个老百姓，你不敢杀我。那我问你，你觉得龙渊阁怕光明殿吗？龙渊阁，那自然不怕。那你说，龙渊阁主敢不敢杀你？阁主当然敢，不过就凭你这个穷送外卖的，你个畜生，下去别报错名字了。杀你者，龙渊阁主陆晨。这是开始，当年的凶手全都要死。小瑞，走。小蕊，别拦我，我还要喝。陆晨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喝这么多？把你老公还你，别多想啊，我可没占便宜。你好好陪陪陆晨吧，他背负了太多了。宝贝们睡觉没？我去看看我干闺女去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陆晨，你小心点。爸，你别怕，杀！陆晨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能喊来王令，还和摘星阁会长是朋友，你吹的每一个牛居然都实现了。龙渊阁，你说什么？雨薇，你真白。陆晨，你个王八蛋，喝多了都不老实。我还怀疑你真是脑子出问题了，看来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。哼，喝死你！我的天儿，这是谁干的？我的好儿子
为父一定给你报仇！给我查，查到是谁，给我抓过来！我要把他五马分尸，碎尸万段！大人，我楚雄就这一个儿子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没用的东西！你的儿子也能和家主的事情相比？楚家主，我建议你分清主次，不然……楚雄不敢。这就对了，要是完成叶家的任务，家主不会亏待你。儿子，你不是要多少有多少。大人说的对，你去把苏玉昭给我叫来。是。好儿子，爹知道你喜欢苏家那个贱人，爹保证一定让那2个人付出代价。你就安心去吧。大人见笑，楚某刚才失态了。师傅，您找我。楚少，这是谁干的？哭什么哭？吵着大人怎么办？说，您这是……不就是一个儿子，算得了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楚雄的儿子。是爹，以后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楚大少，你没白死，以后我多给你烧纸。行了，你过来。没问题，爹，我肯定办到。陆晨，陆晨，你醒醒！几点了？陆晨，我刚得到消息，楚天昨天被杀了。楚天那王八蛋作恶多端，死了也正常。别说没用的，这事儿和你有没有关系？我昨天喝这么多酒，怎么可能是我？别多想了啊，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。知道就好。楚雄最爱他的宝贝儿子，我可不想在万国计划刚启动的时候出差错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有分寸。行了，赶紧穿衣服。刚才奶奶来消息，让咱俩马上去公司。哦，好。怎么了？陆晨，你个流氓！不是你让我穿衣服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没看过。苏雨薇，你个毒妇！行了你，我又没用力。你还没用力？你要是再偏点儿，你下半生的幸福就没有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在公司呢，你瞎说什么？赶紧走，要迟到了。老婆，等等我！奶奶，我来了。老婆，你等等我！奶奶在呢，瞎喊什么？没事儿，你们年轻人多闹一闹，挺好的。老身也想争取多抱2个重孙子、重孙女。奶奶，好了，你们2个既然到了，我就说正事。雨薇啊，我老了。很多事情我已经应付不过来了。这次的万国计划，多亏了你和小鹿，才让咱们苏氏渡过难关。因此，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交出家主之位。从现在开始，苏氏的一切由你负责。苏家上下的所有人都要听你的号令。奶奶，并且我还有一件事要说，你爸妈出国调养身体，临走前让我公布一件事。苏雨昭吃里扒外，数次陷苏氏于危机之中。从今天开始，苏雨昭不再是我苏氏的一员，并且即刻从族谱上抹除。老畜生，不用你除名，苏家这种臭地方根本不配小爷待。苏雨昭，你现在已经不是苏氏的人了，苏氏不欢迎你，滚出去！你个孽畜，你来做什么？苏雨薇，别把自己太当回事，小小苏氏我还不放在眼里，至于你，老杂毛。崩！奶奶，你没事吧？苏雨昭，是你？是我？你又能怎么样？我还就告诉你，这老畜生喝了我在茶里下的毒药，不出15分钟就得死翘翘。你个畜生，
小时候奶奶那么疼你，疼我？他连家主都给你个娘们儿，你还说他疼我？不过也无所谓了。就在昨天，楚家主已经收我当儿子，从昨天开始，我就是楚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小小苏家，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捏死。想要解药，跪下来求我。我要是开心了，可以考虑一下。你找死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见过大人。这件事情你做得不错，事情结束了，我会给你奖励。谢大人。陆晨，告诉你，这位是京都叶家的供奉，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在叶家面前狗屁不是。而且老杂毛中的毒是这位大人的独家秘方，除了这位大人谁都解不开。你要是动我一根汗毛，这老杂毛神仙难救。行了，说正事。是大人，想要救这老杂毛的命，就把万国计划交出来。实话告诉你们，看上万国计划的是京都叶家，能把计划贡献给叶家，这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倒计时5分钟，签了他活，不签死。我签，你快给奶奶解药。陆晨，你别拦我。万国计划没了，咱们再想办法。要是奶奶出事，我对不起她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还真是祖孙情深啊。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，现在时间还够，我要你给我磕20个响头，不然你依然救不了他。好，我磕，只要你别伤害奶奶。陆晨，雨薇，你给这种人磕头有什么意义？他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，难道你也相信吗？不然还能怎么办？我怎么能看着奶奶死？没事，你把事情交给我，奶奶和苏轼都会没事的。陆晨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吹牛逼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办。要是这老杂毛死了，苏雨薇肯定恨你一辈子。区区小毒，我弹指可解。庶子无知，陆晨是吧？我承认你很能打，但是老夫这毒术乃是上古传承，这天星绝命散，天下只有我一人可解。听见了吗，陆晨？还有3分钟，我劝你赶紧跪下来给我舔鞋底，我还能原谅你。不然你就是亲手送着老杂毛下地狱的杀人凶手。陆晨，你别胡闹了，咱们先把奶奶救活行吗？雨薇，不用担忧，区区小毒，弹指可破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这是仙人血，果然是你陆晨，你就是当年那株人药的儿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当年我叶家失误，让你跑了，今天你跑不了了。来人！陆晨啊，陆晨，你的血果然和你爹一样是上等补品，只要把你抓到手，我叶家在光明殿的地位将水涨船高。至于你，乖乖变成药剂供大人们享用吧。动手！叶家，你们现在藏都不藏了吗？藏！只要叶家拿到万国计划，再加上你的血脉，叶家无论经济还是实力就是华夏第一，整个华夏谁敢不从？还需要藏？动手！弄他，别弄死，但要往死里弄。享受一下光明殿最新的强化药剂培养出来的死士吧。不可能，这些人每一个都是1敌1000的存在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夏虫不可语冰，哼，一个井底之蛙怎能看出我的强大？接下来该你了。我看谁敢动！公峰大人，我来晚了。见过副家主。滚开！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是，陆晨，想不到你还有点能力，但是今天你必须死！你死了，我楚家才能飞黄腾达。你可以试试。这位是叶家副家主叶战龙，光明殿10大高手之一。就凭你这种垃圾，叶大人一只手就能秒杀你。陆晨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后生，你就是陆凌晨的儿子吧？说起来，我能成为10大高手之一，还要感谢你爹的血。等我服用了你的血，便可成为天下第一。你们爷俩也不亏，在我体内相见也算团圆了。
你自裁吧。看在你还有点用的份上，我可以让你不那么痛苦的死。就你这点实力，还不够看。既然你觉得你很强，我就拿出1/10的能力陪你玩玩。数字狂妄！怎么可能？什么10大高手？蝼蚁！不可能！除了大哥，没有人是我的对手。叶战龙，你的死期到了。雨薇，雨薇，你没事吧？陆晨，你是很强，但是我大哥明天就要继承龙渊阁主之位。等我大哥得到阁主传承，一定亲自来收你。陆晨，明天之后就是你的死期，我要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。你没事吧？陆晨，今天的事情多谢你了，你可一定要照顾好雨薇。我先走了。陆晨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光明殿和叶家又是怎么回事？雨薇，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等我去做，这一切等我回来再和你解释，好吗？好，注意安全，我等你回来。龙渊阁主，叶家，你们也配？小瑞，叶家的事情怎么回事？陆晨，刚得到的消息，叶家家主得到了龙渊阁3位太上长老的支持，明天要在京都酒店举行即位典礼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3个瞎眼的老东西，我还没死呢，他们就想换人。去京都。你们3个好好在家学习，妈妈马上就到家啊。妈妈，爸爸和你一起回来吗？爸爸有事，妈妈先回去陪你们，乖。见过阁主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阁主，叶家家主叶战天今天在这里举行即位仪式，宾客都到的差不多了。好，跟我进去。我倒要看看他这个阁主当不当得成。陆晨，你他妈还真有勇气！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也是你这种土奸能来的？赶着来送死吗？你敢打我？没时间陪你玩，让叶战天滚出来！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直呼叶家主名讳，找死！来人，给我打！陆晨，副家主还真没说错，你居然真敢来叶家的即位典礼闹事！我再说一遍，让叶战天滚出来，不然你们今天全都要死！哼，陆晨，你他妈还真是嚣张。不过是人就有软肋，你的软肋应该就是苏雨薇吧？你们把苏雨薇怎么了？我们只不过动用了一点小小的手段，请那个小贱人来叶家做客。看时间也要到了，陆晨，你不是牛逼吗？你敢拿你妻子的命去赌吗？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手段多的人才能赢。找死！哟呵，还敢动？你碰我一下试试！我要是掉一根毫毛，我就让苏雨薇掉一只手！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让雨薇掉一只手的。什么？雨薇，你没事吧？他能有什么事儿？睡了一觉就到京都了。唉，出工出力没人关心呐。小瑞，拜托你一件事，叶家人做事无所不用其极，你派人跟着雨薇，我怕他们对她下手。下手不是正好？这样我就干妈上位变亲妈。小瑞，行了行了，不识趣的家伙。我现在出发，亲自去保护阁主夫人。谢谢你，小瑞。你这家伙还真的运气好，正好赶上。现在我再问你一遍，
你要掉了毫毛又能怎么样？陈会长，难不成你要和叶家作对？你翟星辉再厉害，也不是龙渊阁的对手。叶家什么东西？我看看是谁不把我叶家放在眼里。看来我叶家还真是被小瞧了，居然被几个后生羞辱。你们激起了我的兴趣，我要用你们的血酿酒。大哥，他就是陆凌晨的儿子。哦，想不到我今天还是双喜临门，苦苦寻找多年的人药，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小子，我会让你的血物尽其用，受死吧！住手！陆家家主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他在镇守西方吗？是啊，这京都陆家叶家从来没有往来，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陆老，你不在西方镇守，来我这族位大典是要祝贺我吗？镇守西方，我镇守多年，可华夏内部却有走狗和西方光明殿勾连，我这镇守有何意义？陆老，你说的走狗不会是我吧？你承认了就好，拿命来！陆天明啊，陆天明，要是我杀你儿子做药的时候你动手，我还不一定是你的对手。谁知道你为了镇守西方，竟然连仇都不报。现在再想来，晚了。叶战天，你身为华夏人，为什么要做到如此地步？为什么要做汉奸？华夏，我早就是西方人了。这破华夏有什么好的？让你兢兢业业几十年，我这不是做汉奸，我这是良禽择木而栖。光明殿给了我天下第一的实力生命，给了血统的荣耀。放屁！那是你用百姓的命换来的，百姓的命算什么？能为我这种上层人服务是他们的幸事。笑话，在华夏，狗才看血统。你是陈儿？爷爷，是我，陈儿。爷爷对不起你呀，当年出事，爷爷没时间去找你。爷爷，你别这么说。一开始我知道您的身份确实恨你，但是今天我知道了，您是我的骄傲，更是我父亲的骄傲。咱们陆家国比家大。我还真不想打断你们爷孙俩，但是吉时马上到了，你们两个黄泉路上再叙旧吧。拿下你陆天明这个原来的天下第一，光明殿入侵华夏将再没有阻碍。至于你陆晨，将是我新王登基的大药。叶战天，有龙渊阁在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功。称王，一条西方的狗叫两声可以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龙渊阁实力为尊，我早就获得了3位太上长老的认可，我就是新的龙渊阁阁主。整个龙渊阁谁敢挡我？光明殿加龙渊阁，世上最强大的2个势力都在我手里，难道我不能称王？我叶战天不配当这个王。孙儿，你快走，爷爷给你挡着。记住，咱们陆家世世代代忠于华夏。爷爷，这话你还是留给你3个重孙女说去吧。放心，这里我来解决。孙儿，爷爷已经失去你爸爸了，不能再失去你。叶战天实力太强，我能挡他几分钟，你们快走！你们2个还天让上了，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。孙儿小心！爷爷放心，一切有我。不可能！我用了光明殿最新的生物药剂，实力堪比半神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赢我？我只用了3分力，想打过我，做梦！我告诉你，华夏不可欺。至于你这个西方的走狗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你那该死的上帝！龙渊阁太上长老到！哈哈哈哈！天不亡我！太上长老带来的传承中有近乎仙人之力，只要我接受传承，你一定不是我的对手。长老，快把传承给我，我要现在即位。哈哈哈哈哈！陆晨，等我接收完传承，就是你的死期。我要发动所有的势力，让你们这些人灰飞烟灭。参见龙渊阁阁主。你们往哪跪呢？我才是龙渊阁阁主，放肆！阁主，你总算愿意出来了。我们要不这么做，你还要藏到什么时候？我说你们3个老东西怎么突然要选阁主？原来在这等我呢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上个阁主不是重伤隐退了吗？怎么可能是你？
要是我以龙渊阁阁主的身份调查你，你这种狗东西还敢露头？我要是不隐藏自己，如何让你这个狗东西露出马脚？你通敌叛国，欺辱百姓，杀我父亲如我家人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你阻拦的光明殿的计划，你也活不长。光明殿也得灭，你就先下去给你的主子探路吧。恭迎阁主归位！恭迎阁主归位！好，传我命令，全国范围清除光明殿势力，我华夏绝不可被外族入侵。是。所以，你是龙渊阁阁主，还是华夏首富的孙子？是这样的，当年我隐藏身份在申城调查我父亲死亡的真相，这才遇见你和我们的3个女儿。雨薇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。我们回申城好吗？我要补偿你一个世上最盛大的婚礼。爷爷，哎，我的好孙媳妇儿，好小子，我陆天明老了，还能有你这么个孙子，这辈子算是安心了。没想到你居然就是当年压得东方各国不敢抬头的龙渊阁主，你个臭小子，也不知道来找爷爷。爷爷，我也不知道你是镇守西方的战神啊！当年那件事之后，我除了修炼就是出任务，要不是后面查到了光明殿，我……行了，小子，逗你的！是我隐藏了陆家家主的身份在西方镇守，不怪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陆家当代家主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一定要国为先，家为后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做到。爷爷，那你干嘛去啊？我听你俩刚才说，我在申城还有3个重孙女儿，老头子我当然是去陪重孙女了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这干妈不能落下。好，那我们回家。